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根本就是屏东超商的店员红尾目睭的翻版。台中一个超商的店员上大夜班的时阵，嘛是拄到一个人客无挂喙罨，好心甲提醒，安尼袂得咯，竟然甲人拍假扁仔骨断6支。这个警方赶到现场，甲人压制。这个拍人的是一个22岁少年的，讲啉酒醉起酒痟。啊！咧拍人的时阵，有3个人在场，但是安那个扭就是扭袂调。即摆方用现行犯来逮捕，移送地检署来侦办。你要创啥？惊啦！员警来到超商，甲啉甲醉茫茫的查甫人铐起来，因为前一秒伊甲超商的店员拍假呢。姓陈的店员挂喙罨倒伫病床，伊的目睭搁乌青，搁有一寡血丝，倒面的目睭破去，用风赶紧填起来处理。后脑嘛直直流血，伤势真严重。到底是有啥物冤仇要甲人拍假呢？弟弟他当天只是提醒那个人戴口罩而已，好像那个人就对他咆哮，然后咆哮过后之后，就是冲进超商里面要把他拉出去。那因为弟弟当下他其实有跟他道歉说，就只是对不起，对是工作职责，对不起这样子。代志发生伫23号半暝，42岁单身生口坑22岁姓周的查甫人甲喙罨挂好爽拍，当然是屏东尾目睭案的翻版。弟弟已经昏倒在地了，然后对方还是一直用脚在猛踹他的身体跟头部，一直狂踹。在这过程中，那施暴者完全都没有停手。家属真艰苦，弟弟的骨头断6支，目睭破去，后脑着伤，规身躯真侪所在拢有空碎，送病院治疗了后，目前意识清醒。嫌疑人酒精作祟，一时情绪失控，便徒手持电链物品来做攻击店员的动作。随后警方到超商抓人，随实施管束，而且以伤害现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超商的店员伫第一线口劝民众爱挂喙罨爽拍，家属讲司法无法度保护被害者，同款的状况敢若会一直发生。